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2次定期会上午召开，伫第一天开幕式，议会内外就闹热滚滚。议会外面有三上区反电厂的设置顶前，离1楼大厅则是7个居民反台61线以西设置太阳能供电的顶前，有立议会秘书长徐建林来代表接收。现场还有1位议员来声援，其中议员陈坤和甚至伫个议事厅要求市长一定要遵守承诺，表示台61线以西供电设置案绝对袂来审议。今仔日中央法规不变，市长你嘛一直讲，你中央的政策中央的办法安尼所以你要执行中央的时阵一直放水，放水的时阵，阮做议员就直接要动，动就变安尼嘛你甲标准，你的任内会准61号使进电无？相信是怎款？对对，但议员，这一方面我有以民政的参数以前一届的议会我有讲我无要是迄些61线以西。另外议会通过这个决议，所以是第一届议会有通过这个决议，市府会遵守这个决议。因为台南市议会伫个民国1809年4月底有决议，伫个台南市太阳光电自治条例通过进前，市府爱严格禁止审查台61线以西任何太阳能板的设置申请。但因为目前两边的意见拢有，市府会阁再甲双方来沟通。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。